想的越下倒也不下倒呢。好，这个这个啥？这个裤长裤，长裤，有当时啊你买一件裤材料无四千啊，买回来摕来穿才我会讲哎呀伤过，明仔载就要穿这件裤，新裤去规划，人店已经开啊，这件裤伤两领喏，请问摕倒位？摕倒位真诶？咱若是新裤买两伤两领喏，明仔载要穿。伤长一定爱改对无？明仔载要穿啊，店已经开啊，咱要叫谁改？叫太太吼，这个查某人叫真正是真痛苦啊！伤过长，伊嘛想讲好，我无叫太太来改，伊想想讲头家10公分就有够，改10公分吼，再调1公分先起来愈好长，真体面真好看。明仔载是这样吼，伊公司规划吼，一定相对有对。到尾就太太讲，下班时间转来太太都无去，你无创啥物？为太太。要下班啊，囝要下课啊，咱厝诶就在无闲，炒菜煮饭，敢是安尼？炒菜煮饭，食好搁洗碗机洗2点钟菜，咱整到袂去。太太就在无闲，太太讲，咱我若无闲做，你家怎样做？太太无闲，莫麻烦太太，太太是我辛苦，无来找妈妈。我细汉若衫破去，拢妈妈咧补诶，妈妈咧收纳诶，来找妈妈。即摆食饭吼，去找妈妈，回家头好就对啊啦。咱知影是外人咯，这个人外人吼，7、8点6、7、6、5、6点若食饱，6、7点、7、8点就是创啥物啊？困啊，在做工作规定咧吼，困袂起讲吼。即摆吼6、7点吼，想讲食饱吼，这样吼，领去这个妈妈。我明仔载要穿这件裤去公司伤长啊，拜托诶，我吼加1公分就好啊。妈妈讲，即摆长太久了，手微微